你的設備需要維修嗎？我們提供免費診斷。我們上門取件和送件，無需致電或出行。維修前先發送報價，你確認後才繼續。簡單、透明、專業。連結在簡介裏。今日我哋會教大家點樣自行更換 MSI PSD 15的鍵盤外殼。呢個過程唔單止可以幫你節省維修費用，仲可以令你嘅電腦恢復最佳狀態。首先，我哋需要準備好所需工具，包括螺絲刀、撬棒同埋新嘅鍵盤外殼。你可以喺網上揾到適合你型號嘅鍵盤外殼，記得確認型號。